你有冇發現一個好反常理嘅現象啊？我哋身邊嗰啲活得最苦最慳家，連買件稍微好少少嘅新衫，俾自己都要內疚大半日嘅人，往往呢一生都喺度為錢發愁，日子總係過得緊期，就好似啲苦難永遠都捱唔完。咁相反呢，你睇下另外一啲人，佢哋看似心寬體胖，識得飲茶賞花，生活裏面充滿咗從容同埋鬆弛感，哪怕冇搏晒老命咁去通宵加班，人家反而順風順水，總有貴人相助，財運亨通。呢個到底係點解呢？唔通真係個天偏心？其實啊，佛祖一早就已經開示過我哋，世上最愚蠢嘅修行就係毫無意義咁去折磨自己。你越係識得如法咁去享受，你嘅福報同埋財富就會越多。呢度嘅因果邏輯真係比你想象中仲要驚人㗎。歡迎嚟到越聽心線。如果你都曾經因為唔敢享受生活，總係覺得自己必須要懷苦先配得到好報，而覺得身心疲倦嘅話，不妨依家就先俾個讚，喺評論區留低，放下執念，迎接富貴，向宇宙，向你嘅內心深處釋放出去一個強而有力嘅轉運契機。等我哋一齊嚟揭開呢個驚人嘅財富因果律啦！我哋從小到大啊，總係被灌輸一種觀念，叫做食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呢種觀念深入骨髓，搞到我哋喺潛意識裏面幫自己種下咗一個極其可怕嘅埋伏魔咒喎。我哋總係覺得好似只有將自己折磨到體，冇完膚，只有咬緊牙關去忍受痛苦，我哋先至配得到個天嘅賞賜，先至配過上好日子。一旦我哋稍微放鬆少少，哪怕只係使錢食餐好嘅，或者週末咩都唔做，攤喺度休息一日，心裏面就會湧起一股強烈嘅罪惡感同埋唔配得感，總係覺得哎呀，我咁樣太落啦，我咁樣太浪費啦，我啲福報要被消耗晒啦喎，真係咁樣嘅咩？我想同各位分享一個就喺我哋生活裏面極其常見嘅真實情況。我識得一位長輩，大家都叫佢蘭姨。蘭姨呢一世人啊，可以話係將慳家同埋戒苦發揮到咗極致。佢去街市從來都唔放新鮮水靈嘅蔬菜，專揀嗰啲減價嘅，稍微有少少凋謝嘅菜餚。買生果呢，亦都係買嗰啲撞粒過嘅，甚至有一半已經開始發爛嘅生果。佢總係好齋傲咁講，將壞果半切走，剩低嗰啲照樣食得啦，可以慳返唔少錢㗎。屋企啲隔夜餸，哪怕擺咗3日喺雪櫃入面，都已經變晒味啦。佢亦都絕對唔捨得倒落垃圾桶，非要翻熱，自己一個人夾硬塞落肚。買衫就更加唔使講啦，一件衫着10幾年，領口都洗爛晒，亦都唔捨得丟。每次啲仔女心痛佢，帶佢去稍微好少少嘅餐廳食餐飯，佢全程都皺住眉頭，望住餐牌上面個價錢，猛咁掟氣，一邊食一邊口噏噏話太貴啦，太浪費啦。呢餐飯啲錢夠我買半個月餸啦。一餐原本應該開開心心嘅家庭聚餐，最後總係以佢嘅唉聲冷氣同埋仔女嘅無奈沉默而收場。蘭姨總係覺得自己咁樣係喺度為屋企積福，係喺度為子孫儲錢，但係因果嘅顯現往往令人好稀罕，就係因為長年食嗰啲唔新鮮嘅，甚至有少少變質嘅食物，蘭姨嘅腸胃出咗大問題，經常胃痛肚屙。一開始佢仲唔捨得去睇醫生，自己去藥房隨便買少少止痛藥死頂住，直到有一次痛到喺屋企暈低咗，被救護車送到醫院一檢查，嚴重嘅急性腸胃炎。
係發咗其他嘅隱患。喺醫院裏面住咗1個多月，各種檢查、打針食藥，最後埋單嗰陣，使咗好幾萬蚊。嗰一刻，蘭姨坐喺病牛上面抹眼淚，心痛到直發抖。佢點都諗唔明自己捱苦捱咗一世，慳咗一世，1毫子掰開2份嚟使，點解到頭來辛辛苦苦儲落嗰少少養老金，全部都送晒俾醫院呢？唔通個天真係冇眼嘅咩？其實啊，呢個根本唔係個天冇眼，呢個恰恰係宇宙之間最精準嘅因果律起緊作用。從心理學同埋高維度嘅因果能量嚟睇，蘭姨嘅呢種行為唔係喺度積福，而係不斷咁向宇宙發送一種極度畸形佛嘅信號。喺佛法嘅智慧裏面，《空華嚴經》有一句非常重要嘅說話，叫做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呢句話係咩意思呢？通俗啲講，就係你外在所經歷嘅一切世界、一切境界，都係你內心狀態嘅顯現同埋投射。你嘅財富、你嘅健康、你嘅運氣，全部都係你內心世界嘅顯化。當你潛意識裏面覺得自己只配捱苦，只配用平價嘅嘢，只配食刺等嘅生果嗰陣，你嘅心念發出嚟嘅就係極度嘅激依樣佛同埋唔配得。因果律係非常之公平嘅，亦都係非常之機械嘅。佢就好似一塊鏡咁，你對住塊鏡展現出機宜佛，塊鏡就會反射更多嘅機宜佛俾你。你種下咗一粒覺得咩都唔夠、咩都唔捨得嘅種子，又點可能結出富足、豐盛、安康嘅果實呢？當你抗拒美好嘅事物，當你覺得享受係一種罪惡嘅時候，財富同埋好運感受到咗你嘅呢種抗拒，佢哋就唔敢靠近你啦，因為你嘅能量場係緊先嘅，係封閉嘅，水向低處流，財富同福報亦都係流動嘅活水啊！你將自己折磨到好似一係抗彈堅硬嘅石頭咁，嗰啲清涼甘甜嘅活水，又點可能滲透得入去呢？好多人可能會有疑問，話佛家唔係講究清心寡嘅咩？唔係講究修行要懷苦嘅咩？如果你都係咁樣認為，咁真係對佛法最大嘅誤解啦！我哋要破除呢種盲目埋苦嘅執念，就必須要回到佛法嘅源頭，去睇下佛陀當年係點樣親身示範嘅。釋迦牟尼佛喺悟道之前，仲係悉達多係太子嘅時候，佢亦都曾經陷入過呢種越苦越好嘅誤區。當年佢放棄咗皇宮裏面錦衣玉食嘅生活，走入深深嘅森林之中，跟住當時啲苦行僧一齊收集極端嘅苦行。佢每日只係食一粒麻一粒麥，到最後餓到骨瘦如柴，個肚都貼到落後背度，眼窩深陷，頭髮脫落，連用手摸一下肚皮都可以摸到脊椎骨，整個人形同枯木，奄奄一息，幾乎徘徊喺生死嘅邊緣。太子受咗咁大嘅苦，將自己折磨到呢種地步，佢開悟咗未啊？佢得到解脫嘅智慧未啊？並冇啊！佢喺極度嘅虛弱之中猛然覺醒，佢發現呢種對肉體嘅極端折磨，除咗令到身體機能衰退，令到大腦變得雌勇昏沉之外，根本冇辦法開啟真正嘅般若大智慧。折磨肉體並唔能夠帶嚟心靈嘅解脫，呢個根本就係一條行唔通嘅掘頭路。於是悉達多太子做出咗一個經世共俗嘅決定，佢毅然決然咁放棄咗長達6年嘅苦行，拖住虛弱嘅身體，步履中山咁走到去尼連支河邊，用清涼嘅河水洗走咗身上積累咗6年嘅污垢。呢個時候啱好有一位名叫蘇佳達嘅牧羊女經過，
蘇皆答見到太子咁虛弱，心生敬仰同埋變，於是精心熬製咗一碗極其鮮美濃郁嘅乳糜，即係我哋依家講嘅牛奶熬煮嘅粥，恭恭敬敬咁供養俾太子。太子冇拒絕，佢心安理得，滿懷感恩咁接過咗呢碗美味嘅乳糜，慢慢咁食落肚，嗰種甘甜嘅乳糜滋潤咗佢亢闊嘅五臟六腑，恢復咗佢耗盡嘅體力。太子嘅面色逐漸紅潤返，神志亦都重新變得清明。就喺佢食飽飲醉身體，完全放鬆，享受咗呢份供養之後，佢先至走到去菩提樹下，鋪上吉祥草，結跏趺坐，進入咗甚深美妙嘅浮定之中。最終喺夜睹明星嗰一刻，勃然大悟，成為咗覺行圓滿嘅佛陀。呢個故事係咪令人覺得耳目一新呢？我哋總係盯住佛陀出家修行嘅苦，卻忽略咗呢個至關重要嘅轉捩點。連佛陀本人都係喺放棄咗無意義嘅自我折磨，喺享受咗一碗美味嘅供養，等身體恢復咗舒展同埋鬆弛之後，先至達到咗人生嘅最高境界啊！呢個就話俾我哋知，一個非常高維度嘅佛門智慧中道。佛法從來亦都唔係教導世人去自虐，更加唔係要求我哋喺呢個世界上受盡折磨先至算係修行。真正嘅修行唔係強迫自己去捱苦，而係喺面對順境、面對美好嘅時候，能夠心懷感恩咁去享受當下嘅喜悅，同時保持內心清靜，唔沉迷，唔執着。我哋要明白生活裏面嘅美好、豐盛、富足，本來就係我哋自性之中本自具足嘅。當你允許自己去品嚟一杯好茶，當你允許自己着上一件體面嘅衫，當你允許自己喺陽光之下合埋雙眼深呼吸，享受片刻嘅寧靜嗰陣，你其實係喺度修復緊你內心嗰個千瘡百孔嘅能量場。你係喺度話俾宇宙聽，我係值得嘅，我係豐盛嘅，我敞開心扉去迎接所有嘅美好。呢個就係點解話你越識得如法咁去享受，你嘅福報就會越深，因為享受嘅本質係一種深度嘅放鬆同埋接納。喺呢種鬆弛嘅狀態之下，你嘅潛意識唔再充滿對生存嘅恐懼同埋焦慮，你嘅心量被打開咗啦。呢個就好似你將原本緊握成拳頭嘅雙手拋開咗咁，只有當你對手係攤開嘅時候，你先至可以接得住個天賜予俾你嘅無限金銀財寶啊！如果你永遠緊握住個拳頭，死死捉住嗰少少苦難同埋委屈唔放，再多嘅好運砸落嚟，亦都會被你個拳頭彈開㗎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嘅人生，係咪每次當你處於極度焦慮、極度想要慳錢、拼命孤寒嘅時候，往往會遇到一啲倒霉嘅事，搞到你破財呢？例如原本為咗慳錢冇去整車，結果架車喺半路咆哮，叫架拖車使仲多。原本為咗慳錢買咗件劣質嘅電器，結果用唔到2次就壞咗，甚至仲引發咗短路，損失慘重。呢啲看似偶然嘅倒霉事，背後其實都係因果律喺度運作緊。你嘅焦慮同埋匱乏感吸引翻嚟嘅，只能夠係更多嘅麻煩同埋流失。所以放低嗰個我唔配嘅執念啦，唔好再將受苦當成炫耀嘅資本，亦都唔好再將折磨自己當成係某種高尚嘅品德。宇宙嘅法界之中冇一條規定話，只有受盡折騰嘅人先至可以發達。相反，地藏經裏面常常教導我哋要廣修供養，要心生歡喜。呢份歡喜心，首先就要由善待自己，
接納美好嘅事物開始。當你開始真正心安理得咁去享受生活此予嘅每一份小確幸嗰陣，你嘅氣場就改變咗啦。你嘅命運齒輪亦就喺呢一刻開始咗神奇嘅逆轉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段我自己嘅親身經歷，希望我行過嘅呢段冤枉路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啟發啦。以前嘅我啊，其實亦都同好多長輩一樣，深深咁陷咗入嗰個唔敢享受嘅誤區裏面。我總係覺得人活着就係要多食啲苦，日子先至可以過得踏實。記得有一次出面落住傾盆大雨，我原本要趕去見一個非常重要嘅客人。嗰陣時明明只要隨手截架的士，使幾十蚊就可以舒舒服服、乾乾淨淨咁去到目的地。但係我心入面嗰種飢日乏感又作怪啦，總係覺得幾十蚊都係錢啊，慳得一蚊得一蚊啦。於是我擔住把爛遮夾硬喺大雨入面等咗半個鐘頭巴士，又擠低喺原動藝局嘅車傘入面企咗成路。結果你哋估下點樣？等我趕到去見面嘅地方，對鞋全部濕透晒，褲管上面濺滿晒泥水，整個人狼狽不堪，凍到係咁打冷震，因為狀態極差。嗰場原本10拿9穩嘅合作，最後竟然泡湯啦！唔單止係咁，返去之後我仲發咗場高燒，連續幾日都冇辦法正常做嘢，扣走嘅人工同埋買藥啲錢都唔知夠搭幾多次的士啦。仲有一次，我咬緊牙關買咗一件心儀已久嘅貴衫俾自己，諗住喺重要嘅保兒着。但係將呢件衫着上身嘅時候，我唔單止冇覺得快樂，心裏面反而充滿咗罪惡感。我總係喺度擔心，哎呀，千萬唔好整污糟啊，唔好刮爛啊！食飯嗰陣小心翼翼，連行路都變得極其唔自然。人哋讚我件衫靚，我連一句大方嘅多謝都唔敢講，非要心虛咁解釋一句：哎，日咁價買㗎，冇使幾多錢。嗰段時間，我整個人嘅氣場係非常之謹慎嘅。你哋知唔知啊？呢種緊謀感係會傳遞㗎，身邊嘅人會覺得你呢個人好難相處，周身散發住一種受苦嘅氣息。我嘅收入唔單止停滯不前，各種倒霉嘅漏稅事仲總係接二連三咁揾上門。後來我透過不斷咁研讀佛經，漸漸悟明咗佛法入面講嘅嗰個配得感。我開始明白，我唔應該再用呢種自我折磨嘅方式嚟向個天討要福報啦。我開始個試去如法咁享受生活。例如我幫自己沖一杯清茶嘅時候，我唔再係一邊飲一邊焦慮啲嘢仲未做完，而係將個心安住喺嗰一刻，全心全意咁去感受嗰啖茶湯喺舌尖上面嘅甘甜，去聞下嗰陣茶香。我喺心裏面真誠咁對自己講：你辛苦啦，你完全配得上呢杯好茶，你配得上呢片刻嘅寧靜。當我出咗人工，使錢令自己住得更加舒服啲，食得更加健康啲嘅時候，我唔再有罪惡感，而係滿懷感恩，感恩自己過後嘅辛勤付出換嚟咗依家嘅體驗，真係因果極驚人啊！當我停止咗呢種內耗，開始真正敞開心扉去享受生活，帶俾我嘅呢啲微小喜悅嗰陣，我整個人散發出嚟嘅氣場，由緊密變成咗從容嘅鬆弛感。呢種鬆弛感令到我變得唔再患得患失，我嘅思維變得極其敏捷，喺同人溝通嘅時候，亦都自然而然充滿咗親和力。最奇妙嘅係，嗰啲我以前搏晒老命去求都求唔到嘅合作機會，仲有嗰啲意想不到嘅善緣同埋貴人，竟然奇蹟般咁主動揾上門嚟。
呢個就係因為財富佢就好似流動嘅清泉咁啊！如果你將自己折磨到好似一嚟寬東堅硬嘅海幔出面，哪怕有江河湖海嘅水，亦都係流唔入你心裏面嘅。但係當你身心舒展、心懷感恩、心行享受當下嘅時候，你整個人就變成咗一個巨大嘅敞開嘅福報容器，好運自然就會好似百川匯海咁湧向你。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裏面有咁樣一句直擊靈魂嘅核心智慧，叫做心無彎礙，無彎礙故，冇有恐怖，遠離坑道夢想。點解我哋以前唔敢享受呢？就係因為我哋嘅心裏面充滿咗邊外啊！我哋驚嘥錢，驚人哋眼紅，驚自己將啲福報提前消耗晒，驚以後嘅日子冇保障。呢啲所有嘅驚，全部都係盲礙，全部都係恐怖。而一個真正識得享受嘅人，佢個心係冇盲礙嘅。佢食一碟普通嘅青菜炒豆腐，都可以食出山珍海味嘅歡喜同埋平靜。佢就算真係坐喺高級餐廳入面食山珍海味，心裏面亦都唔會生出傲慢同埋炫耀。呢種冇恐宰、冇譏而罰、安住喺當下嘅狀態，就係極致嘅吸金體質。而且啊，佛門裏面仲有一個超級大智慧，係累積財富最快嘅方法。嗰個就係4隻字：隨喜讚靚。絕大多數人喺見到人哋揸住名車、住大別墅，或者聽到人哋發咗大財嘅時候，心裏面嘅第一反應往往係酸溜溜嘅，甚至會產生嫉妒，或者喺背後挑骨頭，話人家肯定係靠運氣，又或者係靠嗰啲咩唔正當嘅手段。大家千萬要知道，呢種嫉妒同埋酸葡萄心理係喺度極其嚴重咁損耗緊你自己嘅福報，因為你喺度排斥人哋嘅富貴。宇宙接收到嘅信號就係你討厭富貴，而佛法教導我哋要隨喜。真正識得享受生活嘅人，唔單止能夠享受自己所擁有嘅，更加懂得去享受人哋嘅快樂同埋成功。當你見到人哋過得好，你由衷咁戥佢高興，喺心裏面默默咁祝福佢、讚釘佢嘅時候，你喺因果嘅法界之中，就等於幫自己種下咗一模一樣嘅富貴種子。隨喜真係呢個世界上成本最低，但係回報最快嘅累積福報嘅方法。你取起人哋嘅財富，你就是喺度吸引財富；你取起人哋嘅健康，你就是喺度吸引健康。師兄師姐們，聽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可以靜下心嚟，跟住我一齊深呼吸一口氣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放低心入面嗰啲嫉妒、糾結同埋焦慮，願意用一顆歡喜同埋享受嘅心去迎接未來嘅美好，請你喺評論區留低呢8隻字：心無物外，福報自嚟。當你打出呢幾隻字嘅時候，其實你就係喺此刻喺當下幫自己種下咗一顆不可思議嘅善因。請相信我，你未來嘅好運已經喺向你奔赴而來嘅路上面啦。咁樣作為普通人，我哋到底應該點樣喺日常生活之中去落地實操呢種享受，從而重塑我哋嘅命運呢？其實唔需要你去使啲咩大錢，亦都唔需要你去買咩奢侈品，只要做到以下呢3個生活裏面嘅小改變，你嘅福報即刻就可以得到提升。第一步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就係將生活入面嗰啲求其了事嘅習慣變成充滿儀式感嘅享受。好多人食飯就係為咗填飽個肚，一邊住手機，一邊亂咁往口入面塞，食緊咩味道都唔知。由今日開始，哪怕你面前只有一碗最簡單嘅清湯麵，亦都請你將張台抹到乾乾淨淨，
播一首輕柔寧靜嘅佛樂或者純音樂，坐落嚟，全心全意咁去品嚟，佢感受麵條嘅彈牙，感受湯汁嘅溫暖。喺食每日一啖嘅時候，喺心裏面感恩大自然嘅饋贈，感恩種出呢啲糧食嘅農夫。呢個就係佛法入面常講嘅正念進食。當你帶住極大嘅滿足感去食一餐飯，你就喺度散發緊富足嘅能量。第二步係要戒甩你使錢嗰陣嘅罪惡感，將佢轉化為布施嘅歡喜心。好多人栽科水俾錢嘅時候，個心就好似俾人割咗一淋肉咁痛，滿腦子都係啲錢又變少啦。呢種痛苦嘅能量會塞死你財富回流嘅通道。以後當你去超級市場幫屋企人買好嘢食，或者為自己買生活必需品去俾錢嘅時候，唔好心痛。你要喺心裏面默默咁轉念去諗，我今日使嘅呢筆錢，其實係布施咗俾超市嘅老闆，布施咗俾辛苦運貨嘅司機，布施咗俾喺田裏面種菜嘅農夫。我呢筆錢令到佢哋嘅生活變得更加好啦。你睇，只要心念一轉，原本痛苦嘅消費，瞬間就變成咗一次功德無量嘅財布施。你帶住歡喜心使出去嘅每一分錢，最後都會化作更強大嘅財富洪流，重新返到你嘅生命裏面。第三步係每日夜晚瞓覺之前，喺腦海入面回放3件感恩同埋享受嘅小事。我哋個腦啊，因為長期受到進化影響，總係習慣性咁去掃描危險同埋痛苦。一日落嚟，哪怕有9件好事，只要有1件衰嘢，我哋睇喺牛上面就會反覆糾結嗰件衰嘢。我哋要改變呢種神經回路，由今晚開始，攤喺路上面合埋雙眼，去回想今日令你覺得享受嘅3件小事，可以係一早出門嗰陣感受到嘅一午溫暖嘅陽光，可以係路邊陌生人對你嘅一個善意微笑，亦都可以係放工之後飲到嘅一杯溫度啱啱好嘅暖水。等呢啲微小嘅喜悅充滿你嘅內心，帶住呢種極大嘅滿足感入睡，你嘅潛意識會喺你發夢嘅幾個鐘頭裏面，幫你編號出一張極其富足嘅業力網。佛經裏面常講，人生難得，我哋好唔容易嚟到呢個世間，絕對唔係為咗好似個苦行僧咁嚟服刑受罪嘅。我哋係借假修真，係嚟體驗呢個世界嘅酸甜苦辣，係嚟覺悟生命嘅真諗嘅。世上最愚蠢嘅修行，就係將自己封閉起身，刻意咁去折磨自己。而最頂級嘅智慧，恰恰係識得喺紅塵之中隨起，喺享受之中覺悟，去享受清晨嘅第一畝微風，去享受愛人為你煮嘅一餐熱飯，去享受你為之奮鬥嘅事業本身帶嚟嘅樂趣。當你真正開始享受你嘅人生嗰陣，你會發現你所苦苦追求嘅一切，一早已經喺路上，迫不及待咁要同你相遇啦。作家王爾德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我覺得同佛法嘅智慧有着異曲同工之妙。佢話生活係世界上最罕見嘅事情，大多數人只係存在，僅此而已。我真心希望每一個聽到呢度嘅有緣人，由今日起唔好再僅僅只係為咗生存而存在，而係嗰個真正咁去生活，去享受，去創造，去成為一個靈魂同埋物質都冇比豐盛嘅人。非常感謝你可以聽到最後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解開咗你心裏面嘅枷鎖，帶俾你一絲溫暖同埋力量，請唔好忘記俾呢個視頻一個讚。呢度係我哋嘅悅聽心書，歡迎你將呢段內容分享俾身邊嗰啲仲喺度盲目捱苦、
唔捨得好好愛自己嘅親人朋友。法布施嘅功德係無量㗎。我哋下期視頻繼續喺聲音裏面同修智慧，共結善緣。祝你今夜安眠，餘生皆是好運。再見。